这间原台盐历史宿舍兴建伫咧西元1917年左右，原本是台湾总督府长官的大宅，二战了后改为台盐的员工宿舍。经过文化资产活化了后，成为目前看到建筑景观。那我背后这一栋原台盐日式宿舍其实它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是台湾总督府安平分市长官的宿舍，那一直都是在做公家的宿舍，所以一般的民众呢比较不容易来了解说这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但是呢，其实偏偏说在我们热闹的安平有很多的观光客，很多的民众，然后走到这个地方来，都会感受到这边非常清幽安静的一个魅力这样子。经过整理、重新规划，最后由长期推动茶文化业者进驻经营，并引进上新体验茶食文化，要好食茶少年化，嘛会当互更侪人认识安平这个新的休闲空间。这次我们合作的团队呢，主要是推广茶的文化。那茶的文化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过去在安平这一带有很多的洋行，那洋行他们在做茶的贸易，那表示这是在国内外呢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经营团队呢也对茶文化呢做了一些开发跟创意，那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世代呢来接近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是结合日式跟中式的茶文化，然后再做一个整合，这样对，所以我们是算是一个比较新的茶文化体验，对。然后我们除了实体的茶席体验之外呢，我们另外就是有贩售茶饮品。那我们茶叶饮品都是野生茶叶的去冲的现冲的。另外一边的中馆也将规划成艺文展览空间，要让民众来安平佚佗的时阵，嘛会当透过各种展览，更加认识台南的历史文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